Painting 唔只係大眾認識嘅油漆，需要創意、設計、手藝，係一種結合咗智、力、美嘅藝術。我其實好早就已經決定練一門手藝發展㗎。啱啱好見到有香港選拔賽，我就報名參加咗，係希望挑戰到自己，贏咗仲有獎金添。但最重要嘅係贏到比賽，係對你自己技術嘅一種肯定。我嘅金句就係：我唔一定要贏，我只係唔中意輸嘅感覺。好記得當初去到內地集訓，同內地嘅同學一齊學習新嘅技術同埋練習。喺閒餘嘅時間，我哋就鬥畫正方形啦。喺嗰日，我竟然輸咗俾一個女仔10次，我先意識到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自此就加長咗訓練時間，由下晝嘅6點鐘加操到凌晨3點。當贏咗佢嗰一刻，我先領會到超越到自己嘅感覺。世界技能大賽可以用5味雜陳嚟形容：好奇、緊張、興奮、遺憾。佢係一段永遠都唔會忘記嘅經歷。現場氣氛係會好緊張㗎，佢會令到你好難唞氣。不過好彩師傅不斷安慰我，但係比賽壓力會影響到個表現，最後爭少少先贏到個優異獎章。呢個可能就係我最大嘅遺憾。我會反問我自己，我贏到最重要嘅嘢係乜嘢？我覺得就係贏到咗一位導師，佢個名叫做遺憾。勇敢追尋自己夢想就已經係英雄工匠，等你嚟創造自己未來。你唔可以俾困難嘅寒流吹熄咗你自己心裏邊嗰團烈火。